嘿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今日嘅健康小教室。你有冇聽過前列腺呢個詞？冇錯，特別係男性朋友們，呢個係你哋健康嘅大關鍵。今日我哋要傾下前列腺係乜嘢，點解佢咁重要，仲會推介一啲超實用嘅產品，幫你輕鬆守護健康。準備好未？點個讚，跟住我一齊探索啦。首先，等我哋認識下前列腺，佢係乜嘢？簡單嚟講，前列腺係男性身體入面一個細細嘅腺體，大約似個核桃咁大，位於膀胱下面，包圍住尿道。佢嘅主要工作係分泌液體，幫精子存活，所以對生育嚟講超重要。但隨住年紀增長，前列腺都可能會帶嚟一啲麻煩，例如良性前列腺增生，即係 BPH。聽到呢個名唔使緊張，佢唔係癌症，而係前列腺變大壓迫尿道，搞到小便不順、夜尿頻頻，甚至膀胱唔舒服。數據話，50歲以上嘅男性有一半以上可能會遇到呢個問題。你有冇試過覺得咦，點解上廁所變到咁麻煩？唔使怕醜，呢啲好正常，但要重視佢。咁點樣保護前列腺呢？其實好簡單，第一，多飲水，保持尿路暢通；第二，食啱嘢，例如番茄入面嘅茄紅素、南瓜子嘅鋅，都係前列腺嘅好朋友；第三，動起來，久坐對前列腺唔好，起身行下，做啲運動啦。當然，如果想再進一步，營養補充品都係一個好幫手。好似腳中鋁、β胡蘿蔔素呢啲成分，科研證實可以幫助緩解前列腺增生嘅症狀，等你夜晚瞓得安穩啲，生活輕鬆啲。講到補充品，今日我要推介一款超正嘅產品 Hallux 前線防衛。Hallux 前線防衛係一款專為前列腺健康設計嘅天然補充劑。佢嘅明星成分有咩呢？南瓜籽油含植物固醇，有抗炎同抑制酵素嘅效果。研究話，每日2次，每次360毫克，3個月可緩解症狀32.7%，仲安全冇副作用。腳中鋁含脂肪酸同菊酯醇，唔單止抗炎，仲可以抑制癌症細胞生長，每日320毫克可改善生活質素。茄紅素強效抗氧化劑，保護前列腺細胞，用咗專利成分 Nigelmethyl， 從天然番茄提煉，效果更強。仲有陳麻、綠茶素、大豆異黃酮、維他命 E 鋅同硒，全面抗炎，防止細胞不良增生，幫你補充日常飲食可能缺嘅嘢。佢係純天然配方，冇咩亂七八糟嘅添加劑。重點係，呢個產品只用於健康支持，唔係藥物，好啱想預防或改善前列腺問題嘅朋友。想試下？下面連結有更多資訊，仲有優惠碼 KT2588可以用，唔好錯過啊！